你确定带我和西西一起吃饭吗？看来你还没跟顾小姐商量这件事儿。我还没和她说这件事儿，她这段时间全身心都投在她的店上，现在和她说不是一个好时机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在想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人的愿望在被满足时，就更容易接受别人的请求。如果你想劝顾小姐的话，我建议你使用这个方法。愿望被满足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个是念希，我的偶像，是一个漫画师。你去帮我找一个叫念希的漫画作者，最好能安排我们见一面。好的。你好，我是尹思辰。我知道你。我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请你和我还有我太太一起吃顿饭。她是您的粉丝。当然了，条件您随便提。你确定带我和西西一起吃饭吗？哦，我之前帮了顾阿姨一点忙，然后西西替阿姨来送一点东西给我。李先生，本人很荣幸和您太太在初中是校友，有过一些交情。我只是意外得知了你和顾小姐之间的协议，想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是你？认出我了？莫子欣，你耍我？我没那个闲工夫。我真的是念希。念希，念希，思念西西。回答正确。这样，你还要让我跟西西吃饭吗？那你为什么出来见我？因为很有趣。我想要知道你知道我是西西偶像的时候，会是什么表情？这件事情不许告诉西西。你凭什么命令我？我了解你。你突然出现在西西面前，替她实现愿望，你一定是另有所图。我告诉你，不许做出伤害西西的事。我们两个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